根据统计，去年诈骗的案件有要3万件，受害损失的金额嘛要到70亿才多。而且嘛有诈骗集团会利用超商领包裹的服务，骗消费者去超商纳钱，领唔是因买的物件。所以经政署就宣布要甲超商合作，民众若是去领到诈骗的包裹，超商这边嘛有设立平台，会当协助消费者来退钱退货。 伫超商摕网络买的物件是真方便，不过超商领货服务算食做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，因为会有诈骗集团发送假信息给民众，讲伊有物件伫超商，爱民众去摕，也若去领，就互骗去啊。即马警政署和超商合作，要做伙来防止民众防诈骗。这次警政署跟全家合作，拍摄很多的影音短片哦，会放在全家的各个点的一个荧幕上面来播放，让消费者都可以看到这反诈骗的一个。 宣导内容，让民众都知道各种诈骗的一个手法。政府统计，去年诈骗的案件特别过3万件，财损的金额是要70亿。根据警政署的统计，伫超商内底上接拄伫的诈骗手法是代买纳钱、无名字的包裹、点数诈骗等3项。若准无说你领到诈骗的包裹，超商即马也有推出前期包裹退回申请平台，帮助消费者处理退货。小时候领到幽灵包裹，那这样操作起来不用像以前一样，我需要再去联系那种日裔厂商。那现在可以直接到平台去做退货动作，就方便很多，时间上也省很多。 另外，超商的员工看到消费者疑似防诈骗，嘛会主动到卡反诈骗的专线。我会当接受啊，对，因为现在那个诈骗很多啊。警政署表示，叶赖是诈骗的高峰期，比平常关买2成。超商表示，去年已经协助退回超过5万件的诈骗包裹，会尽企业的社会责任，到防止诈骗，呼吁民众莫防骗去。记者柯嘉选小桂林台北报道。